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6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这个月20有一个阿嬷下落去邦桥车头的柜台，当场互一个高中生看到，随跳落去柜台解救。国发部甲这个不记位置标示系统，今仔日启用，其中也标示古早时代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也就是目前的行政院。这个拜三的时阵，温度会升，拜五个冷气团到位。另外，目前也是流感的高峰期，呼吁民众赶紧去注疫苗。伫这个月24呢，有一个阿嬷下落去邦桥车头的柜台，当场互一个高中生看到，随跳落去柜台解救。代替表示讲，日后若总发生这款的代志，建议民众赶紧通报，无建议直接跳落去解救。另外，代替也要试办这柜台闸门，按算年底伫咧高雄车头开始试办。画面内底有几落个民众冲到月台边，表情真紧张，因为有一个阿嬷24早起8点外伫邦桥路南2A 月台等车，无细意为月台落落铁轨路，一个18岁姓李的同学看火车还未入站，冒险跳落月台，甲阿嬷成功救到铁轨路中的空棚，救到伊宝贵的性命。左右看了一下，火车车头灯是还没进来的，所以我才赶下去。那个阿嬷其实没有什么反应，她可能已经有点。就是有吓到，所以就是瘫坐在那边，让我就是很轻易就可以把他移到安全的地方。他有时候他爸爸也常跟他讲，你在助人以前，你一定要先注意自己的安全。那这也是我们常在做安全教育提醒孩子的。朝最高的这个奖励，应该是会往记大功的方式。不过台铁公司是讲，若做以后民众看到类似的状况，第一个反应应该爱通知总务人员，无鼓励民众跳落去救人，因为惊增加风险。列车进站时，司机员预防性刹停，未影响列车行车安全，后续依违反铁路法，函移主管机关交通部铁道局裁处。为了提升旅客单车安全性，台铁嘛伫研究设月台门的可行性，一定年底伫高雄站试办。不过学者认为，台铁列车形式真侪种，月台门必须适用所有车种车门的位，难度真悬。因为不同的车种的时候，它的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有活动月台门啊，这个东西就技术上要去克服啦。只是有些国外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可以去做调整。当然有机会是好的事情的。学者嘛建议台铁当地列车进出站的时阵加强广播，提醒乘客注意安全。铁路警察局是呼吁旅客等车的时阵，唔通换月台上换，还有唔通超过黄色警戒线，才袂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海天兵船造成2个中国渔民过往，海巡署今下晡第8届含死者家属协商，也传出昨昏中国代表要求遗体含渔船拢爱送回去中国，但是咱的海巡署是无度接受。今仔日下晡协商同款是无共识。另外，中国的海警有派出大道护卫舰改装的动炮舰来到金门、厦门的水域。金门渔会是特别呼吁渔民出海就要注意安全。协商还是乐观吗？好，谢谢。还是抱持乐观的态度吗？谢谢。中国船民船的案件，海巡署日下晡第8届甲中方家属代表闭门协商，其中中方代表个成立式讨论，各中会协商。不过海巡署对协商是不是有共识，有关保密。人船要送回去吗？答应他们送回去吗？谢谢，好，各位辛苦了。传出一个中方代表要求遗体甲渔船到店送回中国，不过海巡署无法度接受，双方协商破裂。马上中国海警就宣布加强执法，搁派出053H 导弹护卫舰改装的舷号自治控制动头舰进驻金门水域。不止公布，甲咱海巡艇到店的画面，要中国海警注意相片的画面加大施压。港口渔民整理渔船，不过甲以前其实需要紧张的气氛。金门渔会特别呼吁渔民出海爱注意安全。对你有影响无？无影响。最近无错了对吧？无人错啊。无人的声音啊，讲声音啊。协同当地的移民代表在关心这件事情，也请他们向各位出海的朋友。再次的提醒他们自己要注意自己出海要安全。针对死者的家属关心遗体的船只，金门地检署表示，若家属对遗体有意见，爱解破了后才能发回。船只是证物，随时有调查甲监视需求，也搁未用发回。不过，就伫这紧张的时阵，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日后率团访问中国，讲有机会会向家属表达哀悼。如果见到面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可避免的，我相信会提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会对于这一次2位这个溺水的大陆渔民啊，表示向他们的家属表示这个哀悼的意思。同时呢，我们也会希望啊，这个两岸呢要能够把这个敌意啊，这个螺旋不要让它不断的上升。伊强调，行政部安排见中国官员，毋过若中方安排会客随主便，毋过立会即期风中时机，伊向中国发声支持台湾政办。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头一只家己制造的创水蓝海鲲号测试的卡波是无停扣，要摕大海测试进前，拢爱先试验这沉落去甲浮起来的功能拢是正常的。也因为明仔载开始要刷所在，今仔日台船人员是真无闲。学者表示，讲这海鲲号的测试排水量敢有符合设计，伫咧水面的时阵，佫爱有这个浮力的测验，所有项目试了，才去到大海测试。台湾头一只国造舰蓝海鲲号，伫拉尾仔刷出海冲厂。画面激光，先刷至黄色顺心的中信8号铺恶过暝，而且展开刷至作业，刷到干恶，会实施有备轻测测验等项目，验证铺力敢是正常，也毋过考虑到社区机密，是可为港口严格管制，现场已经准备会当救生的后补保庇作业做到无空旁。这个俯仰的平衡跟这个左右的这样子的平衡，看它是不是确定它原来的这些系统的设计，因为它前面的系统跟那个都很复杂嘛，那它的确定它的整个平衡是不是那个完全按照它原先的设计的需求，能够达到它这样平衡的这样子的目的。海鲲号的装备有袂少美术国化，也有伫国内生产，搁进行组装。学者分析，海鲲号刷落来会测试排水量敢是符合设计，家己水面到这边摇动的轻测普利测验，所谓测验项目完成，才会当进入海上测试。敢是赶伫5日空号，海鲲号落水，海军无时间表。美军陆战队员马上规装伫像那港西太平，准备演练登陆地平作战，应应中日成员的印太区域紧张局势。美国、日本伫九州甲沖縄为25展开铁军联合演习。去年头一摆刷到日本境内，目的提升日本西南部南西诸岛防御能力。美日出动2000人参加，防解套目标中共。学者分析，美日强化第一岛链防卫，台海若爆发冲突，中共一定采取反介入，主动美日协防台湾。所以在这里的话，如果这个地方美日也有可能会遭受第1级或者是第2级的话，自然它会必须要去有一些防范，以及我个人会认为目前来看的话，美日在这一边都有很多的一些兵力重新的一个调整跟部署，会希望呢就是能够在这个地方去稳固它的后勤补给。另外，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格拉格访台，展现挺台力度。外国媒体也指格拉格写配合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头家马斯克，公告中共侵台可能性，要求提供专用伫政府军事的相盾卫星网络，和派驻台湾的美国国防人员。记者综合报道。过年了后，这流感的疫情继续伫咧升悬，着基层诊所医生伫面册顶头警告，讲一个暗时着7个人流感快太较紧，甚至有囡仔因班一半以上拢是流感的病人。疾管署也预估这2月底3月初流感疫情过一阵的高峰，对3月初5开始公费流感疫苗会开放，予6个月大以上的民众使用，这数量是真有限，呼吁民众赶紧去做。最近因为放年假，民众出去佚佗，也是家庭聚会活动多，传播风险提悬。病院后诊区满满拢是人，呼吸道疾病就医的病人增加。他夜咳会咳得很严重，会一直咳，然后咳到吐这样。毋但病院病人多，诊所也是病人多，甲看不完。有基层诊所医师伫面册发文警告，春节过了后，流感疫情有原地观点，一暗流感快太较紧都有7个，甚至有1位囡仔班上一半以上的同学拢是流感病人。他那个班级有一半是 B 型流感加上 A 型流感，那么那个老师还在想说要不要停课，因为流感真的很容易传染。医师表示，这波感染脑疼、扫等症状拢真严重，也毋过扫无一定是感冒。那一直扫袂停，除了常看的感冒、流感之外，也可能是下肢慢性气管炎、药车酸加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 等因素造成的。胃食道逆流啊。或者过年，就是说他吃太多辛辣的东西、甜食或者是咖啡，也有可能也会造成一些
咳嗽、久咳不愈的问题。医师提醒，若稍微症状超过3礼拜上好，就医详细检查，找出病因，才会当对症下药。那疾管署也有讲，流感疫情2月底3月初恐惊也有一波高峰，1礼拜就诊人次上看13万人次，所以疾管署宣布，为3月初5起，公费流感疫苗扩大开放，予6个月以上的民众来做，一直到用完为止，呼吁民众赶紧注意防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礼拜，这天气变化是起起落落，这几天天气特别凉，受到这冷气团的影响呢，这透早平地上界低温度出现在苗栗山湾，干那9度之尔。气象署表示讲，这礼拜气温的变化是真大，自8至9温度会变悬。不过拜五开始呢，又有冷气团，拜五迄天雨水会变较高，全台湾都有可能会落雨。礼拜开始，北台湾气温直直降，拜一节透早较空旷的所在，低温差不多10度。气象署提醒讲，这礼拜会有2阵冷空气影响台湾，目前这阵大陆冷气团的威力，要到拜二暗时才会了减弱。伫拜二到这2天，各所在回温，北部高温卖起来到23度，是比较较舒适的天气。一波就是26号、27号到28号这边会有回暖的过程。那另外呢，就是29号晚间开始呢，随着锋面的通过，转雨的情况开始。接着呢，就是3月1号、3月2号这段期间是第2波的冷空气影响。第2波的冷空气目前预计的强度是这个大陆冷气团或者是强烈大陆冷气团。虽然礼拜二到这2天会了回温，不过刷了拜四暗时第2阵冷空气搁到位，这阵冷空气水气相对较高，全台湾各所在拢有可能落雨。周3、周4这段期间的回暖的状况，北部地区感受上面是比较明显一些的。周4晚上开始，锋面从北部开始慢慢的接近我们的时候呢，首先会是开始转雨。周4晚上开始，北台湾会比较先一点，开始有些局部短暂雨的现象。那到了周5的时候呢，全台湾受到锋面开始通过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是比较高。气象署表示讲，这2阵冷气团因为低温甲水汽配合，中部以北3000至3500公尺的山区有可能落雪。另外，礼拜二到这2天，因为气温回升，西半部台南以北有可能会大雾，提醒用路人、骑车、赛车要加注意。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伫咧台中呢，有民众去派人压穿大轿车影片，搁再配上音乐传到抖音顶头，竟然看到是引起民众惊吓。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是有3个民众伫遐乌爸母，已经违反到社会法咯。另外，也有网前播影片，讲囡仔互青份人抱起来。经过调查，监管是伫咧搬戏，这剧情引起社会紧张啊。白车插停伫乌车头前，看起来像发生行车纠纷。一个查甫人也向轿车技术开枪。影片下面标题写着台中异常，查甫人也类似陈柏清规枪射击，伫抖音平台散布。警方顺续找到3个涉案的查甫人，也找到关系影片，结果是公司的3位同事所翕的后座，唱声也是配音的。是一时好玩，恶作剧之行为。由3人分工拍摄后，加入枪声后置后而成。另外，这段影片是网前超过5个月大查某囝设计，突然出现一位生分的查甫人伸手要抱查某囡仔，也不过也是演出的情景。你为什么要碰他？蛮喜欢小孩的啊。你想不到，你看你都不喜欢，你不要这样子直接把他抱走，很危险。这位网前讲完了后，强调只是想要提醒家长细腻，才会翕影片中现。2个影片虽然成功轻讲讲，也不过也引起民众惊吓。警方表示，都已经涉及违反社会法。短影音具有简短、散布快以及吸引民众目光的特色。假讯息常会利用这种短影音在各大社群媒体来散布。警方呼吁民众对网络影片爱多查证，未成年更加爱识字。根据日后联名统计，去年度儿少平均每礼拜使用网络达到32.2点钟，时间逐年增加，父母的角色真重要。不是让孩子感受到的是爸爸妈妈就是一味的制止，那让孩子感受到其实爸爸妈妈是愿意慢慢的靠近我们，跟知道我们想要从网络上面去得到什么。日后联名表示，现阶段真歹禁止囡仔使用网络，除了互相沟通，也要了解网络的劣名性甲效应，才会当确保使用网络的安全性。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警方今早起去到南屯的白雅东街巡逻，也因为这条路跨过地有真侪改装车会直接劈车，因看到警察来了后，大家拢是走了了。目前警方用监视器来调查现场的车辆，会交予交通局开罚单。一听到警察车的声，所有的骑士拢走了了。有人甲油门吹真崩，阁有人咧翘高链，卫士是咧呛声。虽然警方到场了后已经无妨害安宁的状况，不过受扩大调监视器，锁定5台汽车甲16台机车，要针对改装甲噪音的部分，交予相关单位来开发。涉及改装及噪音车辆，将分别函请监理机关查验，并上传环保局噪音通报网。这条路就伫咧白雅溪的边仔，是一通通又搁宽，附近也无大人。定定会有真侪改装车来遮劈车。警方表示，改装过的车若是有驾车的行为，会当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罚9万。车体若是有改装卖这单，要求爱重新验车。不过，也是有未少民众认为，改装车噪音的问题是非常困扰。很多，都是改装那个加速器那种的声音了。做差。如设有不当改装之妨碍安宁之车辆，将依噪音管制法告发处分，处新台币3000元至3万元不等。此外，环保局将针对该区域周段，加强各项噪音车辆管制作为。虽然台中市府伫去年7月有启动专案加强处理，不过民众也是认为成效有限，嘛掠袂离。环保局强调，若是使用无检验合格烟筒管妨害安宁，就会当甲罚。无改善，就看一届罚一届，嘛甲警方合作来加强查缉。记者台中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台南的市定民宿新华的大目江18叶活动，这是3年一摆，到达有上100年历史。传说这新华地形是一个八卦内面所有地图正伫咧作怪，才会让这地方的妇女辈安分。历史这地方大庙出新桥，还有大目江囡仔送工灯，摆这八卦阵来祭煞，佮用炮仔来放地都，落尾也演变做是祭煞求平安的活动。庙方人员对这只12公尺长的地都先进行祭祀仪式，才可用吊车甲吊上4站楼悬。新华3年1考的大目江18叶活动，到达有上100年历史。相传因为有地都正咧作乱，会互妇女四界爬走，地主地方办夜祭来消灾祈福。会先由大目江囡仔送工灯，布定八卦形，落尾国庙有成桥，才搁伫外围烤掉咧，来祭煞解厄，祭奠声济民众来斗了结。刚刚看这真出名，今年无看过，佮看这民俗活动有蜘蛛啊。新华大细细庙宇拢有造出来，然后至少有18间以上啦。对咱来讲，在地人够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民俗文化，利用这个八卦阵、八卦布阵，来祭，会当祭煞，这个功能达蜘蛛精达地都正祭福。根据了解，过去新华四周围有汉人来开垦，加拢总有4条大路、4条细条路会当通来新华，嘛形成一个八卦体。再加上镇内有7间庙，皇宫才是好地理。不过庙方讲，当时八卦内所有地都正咧作怪。即阵因维持传统，伫新华中正路参中山路口，嘛都是八卦中心，用炮仔来放地都消灾祈福。所以要声明，要来显现，要来那个地主，就是讲夜祭，我们这个地主夜祭，就是夜互爸来引火，来烧这地主，互这地主消灭，安尼一档过啊，安尼就平静。其实这项活动伫日本时代皇民化运动就禁办过，后来民国84年，地方才开始恢复举办。即马大目江18叶，除了是台南重要的文化资产，也有安定地方居民真大的力量。因毋望通互更较侪人来练捌传统的祭典文化。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抗击这后面的气候变迁新政策，也个乌克兰农产品无公平竞争，波兰农民就甲这铁牛车呢驶去占领往德国的公路。另外，也个160栋对乌克兰运去波兰的贩卖，就去互这波兰农民就安尼先倒伫半路，却引起乌克兰副总理的不满甲抗议。
波兰农民出动大约100台的铁瓜车，伫当地时间25封锁西部甲德国连接的庄仔。4月去以北的 A20公路，必须要为波兰到德国的车辆需要驶到苏比策，佮跨过大桥，才会当进入德国第5大城市法兰克福。这几礼拜以来，欧洲各地农民同齐起来示威，抗议欧盟对于气候变迁的新政策定序复杂，甲来自乌克兰农产品会当免税尽快无公平竞争，使原本收入就真低的欧洲农民利益更加受损。Trudno jest w tej chwili powiedzieć, wszystko zależy od rządzących w Parlamencie Europejskim. Chcielibyśmy, żeby spełnili nasze postulaty. Nie chciałbym wszystkiego teraz opowiadać, bo jest tego dużo, bo to nie tylko chodzi o postulaty nasze, ale rolników jakby spoza też naszego kraju, z całej Unii Europejskiej tak naprawdę. I pokrótce można powiedzieć tylko tyle. 另外，同一天为乌克兰首都基辅自边境公路运到波兰的80货运火车车厢内有160吨的贩卖谷物，也和波兰农民倒伫华沙西北方大约300公里的科托米尔日。Zusätzlich haben wir noch ein großes Problem wegen Getreideimport in die EU. Momentan hat sie komplett die Preise und alles, was mit eben Getreide und so weiter zu tun hat, kaputt gemacht. Momentan sind wir unter einem Produktionskosteneinkommen. Also wenn es so weitergeht, werden die Bauern bestimmt nicht Ruhe geben. 波兰农民的举动引起乌克兰副总理库布克拉夫的不满，伊强调，这个谷物不是要输伫波兰的，而且这已经是发生伫波兰第4件破坏事件。波兰政府近年放咧无管，那波兰警方表示，其他的细节依然咧调查。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继续来看这以下冲突，以色列和调解者已经同意暂时停战6礼拜，条件是爱哈马斯甲人质放出来。不过哈马斯也未回应，是因为哈马斯本体要求爱全面停战。另外，针对着也门青年运动，最近伫咧红海也有阿丁湾攻击商船行动，美国和英国的联军顶礼拜6也攻击也门境内18个青年运动据点。3至4个婴仔去伫一个原本只互一个婴仔使用的新生児保温箱内，这是加沙走廊南部靠近埃及边境城市拉法的阿联病院目前的困境。拉法即马大约有140万人，其中有真侪是为着要逃离战争走来者，欠水欠粮的日子真艰苦。伫以色列互哈马斯杀害、甲封口押人质的家属日子也无好过。They will never dance again. 以色列目前一边烧战一边讲停火，总理纳塔亚胡表示会召开内阁会议，批准伫拉法展开地面进攻，撤离平民等相关行动。那顶礼拜5伫巴黎有一场调停也有进展。以色列甲其中协调的美国、卡达、埃及已经同意暂停停火6礼拜，来换哈马斯手中大约40名人质，主要是妇女甲长者。那规定以色列增加数百名巴勒斯坦人是会当释放，佮增加对加沙的人道援助。美国甲英国联手联手打击也门境内的青年运动，佮讲乌塞武装的目标，以回应因最近对红海甲阿丁湾船只增加的攻击。美国官员表示，美英联军的战斗机攻击8个据点，当中18个目标，击着也门的导弹、发射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库甲防空系统，也是自1月12以来2国第失败对青年运动的联合行动。青年运动谴责美英侵略，就抓继续采取军事行动来回应。公司新闻温文林编译。2024年世界行动通信大会26日在西班牙举行，5G、6G 的技术发展讨论度上悬。另外，安怎把 AI 用在行动通讯设备也受到关注。有厂商呢，展示结合 AI 技术的透明荧幕，甚至有透过目睭前震动的 AI 对撞技术来控制轿车安全赛。透明荧幕后边放一本花，笔记型电脑照 AI 摕到实体物件资讯，系统生成的照甲蝴蝶，亲像真的用停伫日头花顶悬。自控制数世界行动通信大会16日西班牙巴塞隆纳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未来优先，聚焦5G、万物联网甲 AI 真性化等6大领域，尤其 AI 技术结合行动通讯设备的应用，讨论度是真悬。It helps unlock new use cases, and so especially as you think about AI and the capabilities and how we interact with devices, this is changing completely.
过去18个月，全球生成式 AI 甲大型语言模型快速发展。专家指出，甲过去比起来，即马手机通讯设备本身毋是大会主角，要安怎结合 AI 技术改善能源效率，甲5G、6G 未来技术发展，更较受瞩目。亲像南韩三星，导电视、手机AI 即时翻译功能。中国营销终端是发展 AI 眼动地装，互平常用看手机荧幕，用远端操控汽车来刷电动。We're going to see all sorts of other connected devices in the world. What does it mean for agriculture? What does it mean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e're going to see even things like flying cars. 今年除了国际大厂参加，台湾由联发科、宏达电等超过50间的厂商拢去参加。经济部阁邀请大厂组成台湾队，积极争取国际订单的机会。这摆大会会举行4天，分有超过200个国家、2400个厂商参加。主办单位估算今年数字会阁创高峰。公司新闻杨眼分析。目前的行政院伫较早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也是政府所公告的不记遗址。再去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身启动不记遗址标示系统，下部文化部也伫咧国家人权博物馆启用标示，希望透过解说，让大众对生活当中开始明白威权历史和政治受难的故事，避免这悲剧搁再发生。正式揭牌，3、2、1。政治受难者甲家属下晡来到国家人权博物馆经纬园区启用不记遗址标示系统。文化部为着要让社会大众更加了解自威权统治时代保留到今的不记遗址甲当时的历史，所以启用这款标示，希望会当带动社会对历史的记忆和反省。其实这段大家已经可能没有真正所感受的历史过程，但是它却在我们的生命血液当中，其实是扮演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一直认为这样子的不能遗忘、不能忘记的工程，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世代沟通的一个工程。所以，我想揭示、揭露的系统是我们一个最基础的工作。文化部嘛表示，说来会伫咧各地来推动不记遗址的标示。原来政治受难者陈kim生和姚嘉文拢表示肯定，嘛希望台湾袂当阁有这款迫害人权的代志发生。遭受的那种苦难，咱袂使无记来纪念，这是第一个意义。另外意义可能就是讲，一个社会如果这社会若是唔知以前遭受的事情，一个社会佮发生这种代志。往后在台湾所有的台湾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的地方，都能够有这些标示，让所有全世界的人或者是全台湾人都能够看得到。经过促转会审定的不记遗址，拢总有42笪。文化部表示，今年打算要完成全国10笪不记遗址的标示示范。另外，再去行政院长陈建仁也伫英国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也就是即卖行政仪式标示，嘛希望转发一旦赶紧通过。行政院也正在积极推动制定不义遗址保存条例的专法，来透过保留住过往不义的历史痕迹，来彰显政府对于永不再犯的决心。陈建仁嘛强调，不记遗址的标示敢若是第一步，随来政府会协助中央地方各机关来活化各地的不记遗址，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为了要纪念2月8事件77周年，嘉义市228纪念馆对2日开始邀请政治受难者的艺术家陈武定举办人权艺术创作展，希望透过艺术品，让众人知影威权时代统治的迄个时阵受到的压迫甲故事。三克的翁仔一仙一仙徛伫画作的头前，在50外仙代表政治受难者的翁仔当中，有2仙较细，看起来亲像囡仔的翁仔。艺术家陈武定讲，这幅作品的背景就是捌看过有新的民主前辈因为政治受难封关，所以囡仔伫家内底出事大汉。看到这的囡仔，大家嘛会感觉讲，虽然讲咱的处境无好，咱遭遇不好的事情，但是咱有若还有勇气活咧，咱出去了，咱的囡仔有若是一支草一点路。2月8事件纪念基金会伫今年2月8事件77周年进前，伫嘉义市2月8纪念馆举办特展，
邀请同款是政治受难者的人权艺术家陈武定来展览伊的作品。对台湾人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我感觉应该爱互囡仔知影。武定老师的作品嘛是真感动人，所以唔免讲足侪故事，囡仔直接来看，因都有感受。咱嘛希望讲吼，会使咧嘉义办一个艺术的展览，和在地艺术作品吼，对咱的228的纪念活动吼，产生更加深化跟多元的面向。陈武定表示，伫白色恐怖迄个年代，伊去互人关伫监狱2冬，虽然时间无讲介长，但是也是听到互人感动的故事。希望透过展览的木雕甲画作，互民众知影伫威权时代受难者的感受甲故事。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湾伫咧太平洋的友邦图瓦卢今仔选出新的总理，是由前检察总长戴辉立当选。台湾驻图瓦卢的大使林东兴随受到邀请，和新总理做伙参加午宴。戴辉立和所有国会机关拢表达会坚定维护两国45年来友谊。另外呢，咱的外交部处长陈忠讲，最近以总统特使身份去带团去祝贺这个图瓦卢因的新总理。见证的仪式了之后，叫我赶快去参加他们的午餐会。他们也再三强调，就是说台土的关系是非常的稳健，他们都坚定的支持台湾。伫南太平洋友邦图瓦卢日前选出新总理戴斐利了后，第一时间，咱国大使林东兴就得到邀请，做伙食饭，转达蔡总统的贺电。伊阁讲，戴斐利甲所有国会议员拢讲坚定维护两国45年的邦谊，用行动破除选举期间邦交不稳定的传言。现在新政府团队更是非常的挺台，对这个未来台土的关系，不仅是承诺是会更稳健，合作会更加的密切。新总理戴斐利创下纪录，得到16个议员支持当选。今年62岁，伊捌是图瓦卢头一任检察总长，尾也阁担任太平洋岛屿发展论坛秘书长，也甲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的秘书长。林东兴指出，戴斐利是台湾长期的朋友，无论选前选后，拢表明希望两国未来持续共同推展各种实质的合作。这个检察总长任内，随当时的国会议长到台湾去访问过，跟台湾也有很多的渔业事务的合作，所以说他对我们的立场一向都是非常的友善。他也一再的跟我们保证，台土的邦谊不仅仅是只有稳健而已，而且会更加的深化，而且是永续。外交部处长陈忠讲，最近会以总统特使身份带团拜访图瓦卢，传达对新政府的祝福甲支持。林东兴表示，南方原来会甲新政府进一步沟通，安怎伫现有的基础深化两国的关系，互友谊会当持续甲永续。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伫咧总统府接见美国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访问团。访问团送2024年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报告书，恭喜台湾伫咧世界当中经济自由度排伫咧第4名。蔡总统也感谢美国伫咧各方面拢支持台湾，也希望传统基金会继续协助台美深化东华关系。另外，赖清德是搁再强调坚定捍卫台海现状决心。This is a book for me. It is. One moment. 蔡总统欢喜接到美国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拜访团带来的2024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报告。这届台湾，搁一届伫全球排第4，甲去年同款。美国是台湾重要的安全及经贸伙伴，拓展彼此合作领域，除了符合双边的利益，也能够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固。感谢美国好朋友长久以来对台湾的支持。蔡总统嘛希望传统基金会继续协助台美伫各领域深化东华关系，因为伫5月20日了后，就要换副总统赖清德来接手。赖清德嘛强调讲，伊会坚定捍卫台海现状。我也非常清楚，台湾的责任非常重大，我会跟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大使，还有全国人民坚定地捍卫台湾和平的现状。Taiwan is one of the shining lights for the worl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ll of us on the political ri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with you in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We're grateful for your own personal courage. 美国国务院甲欧盟最近就甲中国双边关系进行对话，而且发布联合声明，强调美欧负责任管理对中国的关系，嘛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嘛转发这个声明，表示
欢喜看到台湾的重要性伫国际上愈来愈有分量。咱国外交部嘛表达感谢。外交部对于美国及欧盟再次公开重申支持台海和平稳定，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并肯定我国民主成就的坚定立场，表达诚挚感谢与欢迎。外交部嘛指出，最近中国各方面取消2项对 M503 航线协议，也有伫金门、厦门海峡起无抗的行为，拢已经引起国际关注。台湾会持续甲美欧等理念相悖的同伴合作，共同捍卫区域的和平稳定甲繁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观光旅馆的价销有较悬，平均住一暗要4600块。那南投县的旅馆上介贵，平均住一暗要14600。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那全国这旅客一年来1200万人次，业者就有机会降价。但是业者是搁在发委屈，认为政府拢无考虑到欠工的问题。台湾饭店大减少一直引起讨论，不少旅客拢真有感觉。我在网上看的时候确实有一点贵，在台北这一步就是觉得价格比较高，所以我就是这样子住 B&B 的。像我们去日本或者是去韩国，一般家庭房可能大概不会超过1万块，大概可能8000上下的价钱。但是在国内，你如果是说因为带小朋友出去要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环境，其实大概都是要上万块。观光署统计，2023年前3季全国观光旅馆每晚平均是4616块，南投县观光旅馆每晚平均是14668块，是全国均价3倍外，全台第一。交通部长王国材进行接受网络媒体专访，讲到今年目标1200万的国际旅客来台湾，有希望店铺陆续加平常时无人，平常时假日闹路人客热门时段厝价都有希望减少。呼吁政府可以尊重市场机制，这个市场给的这个房价的价格，人力不足，那原本可以开所有的房间来卖的，变成因为人力的考量，所以我可能仅开5成或6成的房间来卖。业者呼吁政府除了变来台旅客数，也要打造深度旅游观光环境，吸引国际旅客长大，对增加客源有帮助。对房价升过悬，观光署认为是国内旅馆市场豆豆分众化，原不了介绍基本工资拢起的因素。去协助业者能够提升他们的服务，那同时我们也会依照那个世界的潮流呢，我们去修正这个要点。像未来也会针对永续这一部分来做一个加强。观光署记咧，亲像愈来愈侪外国商务客出场，大也需要记录拖卡车。不过目前提供服务的旅宿业务者，未来也协助业者提升服务，帮助打入国际市场，增加来客率。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带囡仔去垦丁旅游，伫咧网络顶头订这婴仔的眠床，送到饭店，甲人用了后退房，伊就甲这眠床退倒转去。伫网络顶头，佮共顶讲伊安尼先做省12000块。不过这行为也引起网友甲伊批评。饭店也解释讲，带因的饭店有免费提供婴仔的眠床，互人客使用。不管是会当看海、看夜景5星级饭店，也是有亲子设施的民宿，真侪家长拢真愿意带囡仔做伙出去佚佗去住。不过，数一个家长就伫网络顶讲，会当利用产品免费体验的专案去订婴仔眠床，寄去民宿，请因代收。若是全新免消毒，搁免再来再去，只要用过了，再搁请民宿摕转去就好。住5天，一天就当省2000多块，所以引起大众的批评。他蛮夸张的，可是人家有30天的赏味期，他拿出来用。也不是，我觉得不太好，因为因为他这样又退回去，这样子别的消费者如果买到，应该也不太好啊。大多数的人拢无认同这款行为，有业者嘛讲，虽然会使伫网络顶买，不过拢还无贴过，才会准人退货。赏味期是你不能开啊，你一开就表示你使用过，就是没有那个鉴赏期了，所以说你用不能退。婴儿入住的话是免费，对。那如果有需要借用婴儿用品，比如说婴儿床、床尾消毒锅的话，也可以在订房的时候提出免费的借用申请。比较大件物件，其实只要你的房间装得下，对我们来讲不构成影响，当然 OK 啊。若是对饭店甲民宿来讲，无占床的婴仔多数拢袂加收钱，嘛另外佫提供婴仔眠床甲消毒餐具这物件。虽然嘛有咧协助顾客代收物件，也是退货，毋过若是饭店本身就已经无所在好囥啊，也是可能会拒绝。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古水的黄色阿比亚，伫高雄港展览一个月，吸引900万人次来到高雄观光。不过有欣赏者表示讲，因为电动轮椅煞卡伫咧大港桥的入口。高雄港务公司表示，当初的设计就是无要互车上桥，也表示讲民众若做有困难，会当请保全甲恁斗相共。大港桥是高雄知名的观光景点，不过伫桥出入口有限2支阻挡车辆通行的栏杆，最近有欣赏者反映，这造成因通行的困扰。若是较大台轮椅要过，险着卡掉的，应该一直稍微才有办法通过。塞轮椅的民众讲，若是游客变多，轮椅会歹通过，定位空间爱扩大。有的人看到阮的时阵不让，所以较会卡掉的。若有人让的时阵是。佫会使。另外，来到桥另外一边，行明显变较粗，有轮椅族的民众喜欢，若是速度无注意，一定会弄到。认为应该爱有扶手的设施。平台，互伊一个空间的话，其实要直接落去，不管是对阮轮椅来讲，还是对迄个红眼车来讲，其实拢有迄个危险性的。中华民国骨髓损伤者联合会理事长指出，大港桥是知名的观光景点，不过设施对身障者并无优先。高雄港务公司回应，因为要阻止车辆通过，才会有这款设施，拢是符合规定。若是民众有需要，会当请保全帮忙。针对扶手的问题，公司会阁讨论。下骹的跨度规定是90公分啦，阮设部分是96公分，比迄个规范内底设的更较悬淡薄啦吼。所以这个部分一般的轮椅是拢会当通过啊。爱开车爱守规矩，咱人咧行的所在，咱车就唔通甲开去。针对阻挡机车设施，颠倒造成身障者交通无方便，高雄行人路权促进理事长认为，要加强民众的路权观念，才会当落实优先平等无障碍的空间。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讲到咱台湾的兰花是世界有名的，世界级的展览、世界兰展和台湾国际兰展，今年拢伫咧台南举行。台湾的兰花产销发展协会也期待，这两大展览会当发挥1+1坐过字的效果，冲出上百亿的商机。名片规模共色彩的兰花，利用纳米科技染色技术，表现参加的62个国家的国旗，是展场一大特色，嘛表现台湾园艺科技力。每3年举办一届的世界兰展，2024伫台南举行，也是70年来头一届来台湾。拄啊拄到台湾国际兰展，两个兰展同齐举办，也是台湾历史上头一届。国际兰展，我们以产业的核心价值跟生活的应用来规划我们这一次国际兰展的主题，因为它本身比较强调的是我们对环境的保育，对兰花研究的发表，对品种竞赛这方面的延伸，也让世界知道我们台湾对这一块土地、对原生兰在这部分多年的这方面努力的成果。两大兰展以保守自然舞动世界做主题，各有特色。外销成绩正好的台湾兰花，去年兰展订单突破100亿，今年两大展带动加持，一定会超过去年的成绩。前几年的一个疫情的关系或者俄乌战争影响能源上的成本，但这一部元素呢，其实也相对的渐渐的也比较趋缓。我们所有的整个营造出来的水平跟销售的普人，其实现在呢，其实也很好转。欣赏纯粹是欣赏，数量好像比较少。今年安排的这个路线可以了，不会拥挤啊！世界兰展是伫大台南会展中心展出，台湾国际兰展是伫后壁农业科技园区的兰花园区展出。为2月24日开始，拢总16天，结合2024台湾灯会伫台南，展现台南正深的文化底蕴，加多元的城市景色。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新港出产的红蒜头当日采收，农民表示讲，今年蒜头熟度真好，价销甲去年是差不多，以前一个1斤60块到80块。不过受到这寒流影响，加上愈来愈少农民种蒜头，产量也较少挂。嘛，因为这个新港蒜头较早出品质较好，采收期捌着贼头。河北警察分局也启动护农专案，加强巡逻。农民掰开蒜头，红色的外皮，这是中华新港出产的红蒜头。
农民表示，今年的蒜头湿度好，拢有铺班，计价甲旧年差不多，维持伫一袋斤60至80块。因为伊南方今年有开无，顺啊开，所以蒜头的湿度拢较好，啊嘛收果啊。伊无熟果的时阵，个湿度袂好，你会知？伊个蒜头的拢发尾过去，无迄落头，所以开的时阵，个像毛啊会足够的。中华新港因为外海、寒冷温度低，加上种的土是山土，种出来蒜头气味芳搁咸。不过因为气候反常，原本这个月蒜头得当收成，即阵要8到9月才有法度采收，时间拖伤长，愈来愈少人愿意种蒜头。种的愈来愈少，拢老岁啊，少年也无人要接。较早是拢讲7个月头就用咧收成的啊，7个月就算伊即种蒜啊算。所有的产量的物件，蒜啊时间上久。气候即马渐渐拢异向啊，或者较悬，温度较悬，所以生产量少，啊少年的计无接起，啊所以即马生产即马已经剩差不多20公顷左右，无以前差不多100多公顷。农民表示，种蒜头的成本愈来愈悬，材料贵搁找无工，产量一年比一年少，嘛因为量少稀罕。过去采收期捌着贼头，农民损失严重。警察顶礼拜开始启动护农专案，加强巡逻，避免农民的心血因为着贼头而有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高雄的五福国中今年头一摆甲台语课程结合实农教育，带囡仔去到农场用台语认捌菜色果子，囡仔也亲身办果子做点心，了解食物对土地到食饭倒的过程。百香果的台语哪了？系啊，是这个。学生囡仔来到农场，头家娘用台语来小解农场内底每一种菜色果子，唔那菜色甲果子尔尔。农场内底会当看到的香料、汤拖等等的生态，拢是囡仔的课程。学生除了学到菜色果子的台语，搁摕来比看卖，每一种气味拢无共款，大家拢感觉真神奇。今仔日阮老师有带阮来这个农场。教阮安怎采草鱼，啊，搁有教阮讲安怎迄平常时种一个技术。老师教阮讲做侪水果，做侪物件，互咱体验。这是五福国中2年啊，这班神农教育课程，学校头一摆从闽南语结合神农教育，带囡仔到农场实习农作物。头家娘也带大家挽草鱼，尾仔搁做成草鱼的点心，互囡仔来了解有机种植、落肥到采收的过程。原来因逐工食的食物是安尼来的。希望因会使了解有机的种植是安怎种的，咱无需要用农药啊，搁化学肥，咱会使用做天然的方式，互因熟悉这个生产的过程，会使食到较安全的食物安尼。这节课老师搁特别设计菜色字卡，先教学生熟悉菜色果子的台语要安怎讲，透过实际到农场的体验，加深学生囡仔记忆，认捌在地食材，也通进一步认识咱的食物。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桃园复兴区的巴陵岛出现一只真特殊的鸟啊！这只鸟叫做南澳太阳鸟，也因为台湾的不是南澳太阳鸟的迁徙路线，真有可能是迷失路径啊！这个消息一出来，吸引真大阵的鸟友走去翕相。小青大炮高倍的相机拢徛在步道之间，鸟友全副精神饲快门，有人翕500张，才选出20张满意的相片。有人伫暗时出门，开2点钟的车，才到这个伫桃园市复兴区巴陵路边的民宿，目的是要翕这只白鸟——南澳太阳鸟。5点出门，来到这边2个小时，7点多，拍了差不多20张，满意的吧？印度、中国大陆那边，然后照理说应该不会来台湾啦，他可能是飞迷航的，怎么样就来落在这边，刚好我们鸟友发现。台湾野鸟保育协会指出，南澳太阳鸟主要是分布在印度、中国等地，活动区域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高原盆地或者是山地，爱在花丛之间活动。会禽鸟友是因为伊选于路线中未经过台湾，可能是迷路或者是其他原因到台湾，甲人迷路状况相共款，叫伊迷鸟。人会迷路，鸟也会迷路，自身身体的因素跟它的一些同伴脱队，甚至有一些鸟类是非常有趣的，它可能辗转
透过了一些交通工具，然后来到了一个他不可能会到的地方。这摆被发现地点多伫樱花林之间，符合伊爱伫花丛之间休困的关系。顶一摆出现伫台湾已经是8年前。目前大家用安静、无干扰的方式来翕相，也希望老民众要去欣赏同款爱讲的音量，才袂甲伊搅扰到。记者综合报道。澳洲雪梨一间动物园去年救到一只真特殊的动物，又生尖胃，又生刺滴。这只就是澳洲尖燕，伊的喙含这个鸭喙兽同款，是一种会生卵食灵类动物，是食灵类动物内面上界原始的族群。饲养员介绍物件，这只叫做米粒的澳洲针燕，食甲甜甜有味。这只全身拢是刺，伊的喙甲鸟仔真共款，亲像刺猬，佮亲像蝴蝶的动物，是一种生活伫澳洲甲新几内亚原始卵生食灵类的动物针燕。去年11月，米粒伫雪梨中心商业区附近森林，互人发现，才送来塔隆加动物园。She was just discovered on her own without her mother. She was we estimate her age at about 35 days when she came in, and which at that age she should have still been in mum's pouch. So something's happened to mum which has made her drop the puggle. 针燕对科学家来讲是一种奇特的食灵类动物，有亲像蝴蝶的刺，若见到全身球做球，只走出刺的部分。各项强有力的五指前骹，真经乌空土盾，有真长的口鼻，无喙齿，食到遐甲白遐。虽然是食灵类，毋过也亲像爬虫类共款生卵，甲地刺共款有肉袋啊，用伫肉袋内底孵卵，也个用摇饲囡仔。另外，也有真长寿，因为伊体温只有32度，是食灵类内底上低，因为体温低关系，新陈代谢较慢，会活到45到50岁。She's actually been staying in a very big tub in my bathroom at home because that's the coolest place in the house. And with all of the very warm temperatures over summer, we didn't want her to overheat. So she's been down there in my bathroom since November. 因为米粒只有9个月，年岁阁真细汉，无法度知影伊的性别，需要专工来照顾。饲养员表示，差不多每2点钟都要饲一摆，毋过也笑讲，米粒算是一个真好斗阵的室友，毋过动物园按算伫米粒阁较大汉一点啊。差不多今年下半年，阁将野放等于大自然。公司新闻江文编辑。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受到冷气团的影响，这2天呢，这天气是真凉。拜3、拜4暂时回温，不过拜5又有冷气团来到位，到时阵会变天。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带恁来看这天气预报，你就知。吉兰到新竹对11度到16度。苗栗到云林对11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3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7度到18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这个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